桃园昨昏早起有民众通报讲，伫龙潭的收车场附近呢，有出现一只长一支手骨的高山啊。桃园市动保处的兽医也去甲抓，为着要确保这运送的过程会当定情，就甲这只狗注1cc的定情剂，想袂到4点钟后，这只狗煞来死亡。这死亡原因也怪严重。 这只狗坐伫收车场的吊架顶悬，倒看正看，白癢白甲真舒适。虽然敢若一只手，但是伊骹手共款食物，甲点鸡放喺饼摕起来食，就算有人伫边啊，伊嘛是食甲欢喜噶。拿一些饼干，看看可不可以把它，先把它引到里面去，因为这边有点危险。网络上说它有主人，对，当然是希望主人可以赶快出现。 一支手的高山啊，一下佫走去收车场的涂骹行来行去。收车场通报通市农业局，动保处的兽医大约伫早起10点半到，但是这只狗已经走去另外一间厝，半点钟后掠到伊，为着确保运送顺利，兽医是替伊注1cc的镇定剂。送等去动保处要检伤的时阵，看起来佫真正常，无想到刷落来佫甲刷去安置的所在，了后佫看，这只狗竟然已经死亡。 发现这只猕猴状况有点异常哈，那马上进行我们的立即性的急救哈。那在急救过程中哈，这只猕猴还是没有办法挽回哈。兽医嘛评估，无法度排除是这只一只手的狗家己身体状况造成死亡。 在捕捉过程里面，每个动物的体质跟紧张的程度不一样。动物本身它的右边的手臂有断过，所以也许这个动物本身曾经在受伤那个过程里面，曾经有内在的伤害。 今年3月，通市农业局去掠世界所的东非狼熊，无互兽医指导，掠了无检伤，造成伊死亡，引起真大批评的声音。这摆农业局强调讲有照野生动物保育处置的流程，替伊做的镇定剂，两马拢有经过兽医的认可，确定是伫个会当做的范围。这只狗的尸体即马要送去台大兽医学系来检验，要了解伊的死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